被花嘛手呢，可能多花嘛凶，这个带着氧气，阿杜还是杜那叫阿杜的师傅卡杜，真的给带路。哦，阿杜这地呢，一直都胖的，阿杜那很这样的，要他们这玻璃点你输了。咱们去朝这边那要氧气，啊，等着那要马熊。我那读氧气，你只好他一张根。哦，没先查中这个。哦，阿杜这地呢很这样的。他就做啥做那他，然后那叫弄白话嘛凶了，阿杜那他很痒，都他给嘛这包人已经收到都要给不多给带路。杜那很强的，不当哈。阿杜他很痒，当杜边那，早是杜边那早差到现在，早杜啥差都忙着。这个马熊啊，要对切过饭，就这样。老多这地方很痒。我知道了。我这啥？都快养着了，我被不会养，我这边马熊，怎么，还讲到好多，到什么我被嘛很养哦，我被嘛没足够了。这都用过去嘞，用过这个。这个我记老养着都好的，当着都查到种甚至，但都我比较很的。查上的，查上的。
个做了才不嘛，这不都到了一三手，他这拆上哇，不能不拆的。他找生来，开了嘛，这那干当了，呀，这那干当了都，我在找一下想。拆上对，拆上过我几年嘛。我出了这个呀，这个要干嘛？出个难听的嘛。只问这个关系平常的嘛，我那这样很好听嘛。这个要发给你到，要我干嘛直接了嘛？我干嘛的呀？你只有他了，我这他一直啊，一头拆上个，一头拆上当做师傅嘛，好给大家看到单了嘛没？这要打个嘛要用啥去？老多他可以怎么嘛？给至少不手脚啊，这也来闹事嘛。我这种呢，比较在蒙住，在说都弄太晒哦。正菜公这，要个真的记录嘛，老干的。哎呀，你俩主抓去吧。那个你要是说哦，不背都很痒个。这地，我弄干啥的嘞？就抓住他。我打树嘛。就好几件，好几个，出去来了嘛。查到中国去。开始说叫我说么个，这个出来，飞，这个菜也菜。